为培养出学生将技术早咧早的能力，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伫2020下年度所开设时尚行动美容实务课程。伫课堂上，互学生实际操作美容仪器设备，未来伫学习完成了后，会让真正社区做服务。我们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好，那今天呢，依照我们的就是课程课纲，好，进行我们的一个行动美容科技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从上学期，好，上一次就有做延续。那今天呢，做精进的课程，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仪器设备的使用，好，以及呢能够立即见效的一个美容效果。那可以结合我们的一些课程，好，以后运用在我们的社区，好，做一个自主学习。好，那同学们呢，在学习完了这个课程之后，好，可以到社区去做服务。好，那我们学生呢，好，在一个就是生动活泼的教学之下，好，也可以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比赛，好，精进自己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技能。确实，伫欢喜有兴趣的学习环境，学生伫技术学习顶面也更加有动力以及成就感。每做一个就感觉很有成就感，然后每些顾客做完之后可能也会很开心。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然后就会乱做啊，现在都懂了，然后就帮同学做的就好。冻龄的课程我觉得很实用，回家会想现学现卖，帮家人用一次。学校这次邀请到景星新奇公司等业界名师，教校甲学生分享护肤以及甲国际公布的科技冻龄课程，而且不只局限伫咧技术层面，伫行销经营、同款嘛纳入伫咧课程当中。目的就是希望学生未来毕业了后，会当马上甲企业接轨。那我们这次课程是针对我们的业界现在最夯的一个冻龄的逆龄课程。那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设计的课程是针对我们这个做 T 霸还有真空吸引。那这个是物理性的一种科技美容。那我觉得这个在学生里面的领域里面，这算是最高的一个科技课程哈。那这个是没有侵入性的一个无创美肌。那现在刚好学生他们也之前有延续到他们的一个清粉刺跟那个冷热的这个导入来做保湿。那我们这次呢是采用我们法国的 T 霸，它可以让我们皮肤的活化，然后让它这1分钟大概有6000次的振奋哈，然后让皮肤能够有活络的循环的作用。那再加上我们这个真空吸引，可以让我们皮肤紧实提拉，让皮肤能够有光泽度哈。那我觉得说这种课程在我们业界里面也常常在用。那我想说，把学生在这个职场的部分哈，让他提前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让他们在这个能够接触到这么新的一个物理性的科技。那也在行销管理面，行销管理的里面，我们再做一个加强哈。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发展特色课程优质化，让学生学习甲业界公布的科技美容以及行销概念，培养出早咧早技术能力，将行动美容服务载到各个社区当中。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